我從來都唔敢諗啊，200萬竟然可以喺珠海買到個咁大嘅花園精裝原樓別墅啊！如果唔係我親自過嚟啊，我真係認為只有夢入面先有啊！當呢個餐廳啊就有50個平方啊，約上20個 friend 翻嚟開私人宴會啊，都完全 OK 啊！產權面積513，實用率就去到800幾平方啊！呢個啊價值20萬嘅電梯啊，開發商直接裝好送俾你啊！2樓、3樓呢就係規規矩矩嘅休息區啦，4個臥室都帶獨立嘅衛生間嘅。你睇下呢啲裝修堪比5星級酒店啊，冚唪唥都係送晒俾你啊！仲有一個書房同埋2個露台。呢個啊唔係40年嘅商業產權喎，而係正經經嘅70年產權嘅別墅喎。地下室200幾個方啊，關鍵係仲送你3個咁樣嘅車位啊，仲未完㗎。住別墅點可以冇保姆啊？連保姆房都幫你做好晒啊！咁大個空間呢，就係你屋企嘅私人健身房啊！太太喺呢度練瑜伽，你可以喺呢度跑步啊！關鍵係入面啊，仲有個汗蒸館啊！平時攰咗嘅話呢，可以入去焗下桑拿，然之後出嚟呢度睇翻部電影啊！睇下咁大嘅影院，50個人坐喺呢度圍圍坐睇電影啊，非常之寫意啊！就咁樣嘅精裝別墅啊，送地下室、送花園、送車位，仲送埋電梯，你見到嘅冚唪唥都送晒俾你，你覺得點樣？